鄧家彪議員。多謝主席。對於今日嘅決議案係支持嘅。之前嘅撥款呢，亦都發言做咗一啲分享。我好明白咧係政府嗰個嘅難處。以郵差為例子咧，過去呢幾年咧，其實個人數已經係減少接近20%。大家都知道業務係好艱難，開拓咧講就容易，實際個市場需要同埋係咪真係大家肯俾錢去買用嚟做收藏價值嘅郵品咧？時移世易啦，已經唔係好常見有呢種狀況。我哋亦都明咧，每次咧要刪減郵政局嗰個嘅情況咧，喺地區上面咧都又會遇到唔少嘅阻力。人數上面嘅減散咧，又會遇到工會嘅意見我成日都舉一個例子嘅，就係呢個不倫不類又冇壟斷性嘅收益同業務嘅郵政營運基金其實真係好艱難。借大會嘅場合亦都講多次。幾年之前咧，其實仲係唔太差嘅時候咧，又唔想請人咁我用加 OT 嘅形式咧係補鐘，就唔係補價，即係俾錢。審計署一個咧就出嚟就話唔得，你哋所有都係公務員，一定要補價。咁都冇咁多人手，點補價？又要我喺其實營收唔係咁穩定，即係擴充編制又好似唔係好理想。咁所以其實嗰種彈性咧，以至係定價咧，係一種立法嚟嘅。立法嘅定價點會敵得過市場嘅定價嘅彈性咧？所以我聽到其實好多陣商界背景嘅議員都已經講咗啦，翻去做政府部門。咁我對於我哋工會出身嘅議員咧，舉個贊成令到咧打工嘅穩定性更強。當然到時嗰個人員編制係咪仲要咁多咧？交俾局長同埋班同事去計數。第一。第二咧，我覺得改革可以而家即刻做嘅就係嗰個嘅開放時間。工會包括咗咧係每一個小嘅郵政局嘅嗰啲都叫局長郵政局局長。其實大家都有個認同嘅，就係話，與其禮拜六又嘥咗燈油火蠟開嗰3個鐘，倒不如咧真係平日咧係延長個時間咧去到8點幾。切合市場需要，亦都咧係更有效益啦，亦都俾人睇到咧原來服務嘅提升同埋改革咧係時刻俱進嘅。代表工會咧向局方同埋署方咧明確表示，佢哋好願意就住提升服務，唔增加外資源之下提升服務，迎合市場居民需要咧，佢哋係好樂意去配合，一齊去扭轉而家個困局。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呢個改革。